尤其喺今日香港燭光悼念竟有一個罪名嘅時候，係極之荒謬。以下落嚟嘅係一個荒謬劇場，多謝我哋紀錄片名化飛灰嘅導演劉建倫聯同幾位朋友製作咗呢一區短劇《荒謬劇場之支聯會案》。Since 2019, the collapse of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has reached an absurd level. The following segment is titled The Absurd Theatre, the Hong Kong Alliance Case. We are deeply grateful to director Alan Lau of the documentary Rather Be Ashes Than Dust, along with several of his friends for producing this short performance for us.我哋涉及國家安全法嘅被告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被告李卓人同鄒幸彤，佢哋被控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即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旨在顛覆國家政權，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呢兩名被告利用相關名義作出煽動行為，透過負面內容激起民眾對國家政權嘅厭惡、憎恨等情緒，加強煽動行為嘅效果。傳召被告李卓人同鄒幸彤。被告李卓人，你認唔認罪？我唔認罪。法官，不過有條私人問題，點解你會打格仔嘅？打唔打格仔唔關你事。入正題，支聯會嘅5大綱領，你哋話要結束一黨專政，問下你對中國共產黨嘅理解。你認為中國共產黨係獨裁政權咩？我認為立國之後的確係獨裁政權，但係我哋期待權力係要歸於人民，要由人民決定國家嘅領導，而唔係透過掌握晒所有行政、立法、司法嘅權力，去壓制人民喺憲法下應有嘅權利。睇嚟你一直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係有極大嘅敵意喎。唔係喎，我心中係無敵意，我只不過係基於對人民嘅愛。我最不滿嘅係人民冇得發聲，冇晒基本嘅權利。你同支聯會一直提出結束一黨專政，意思必然係結束中共領導啦，即係煽動他人以非法手段顛覆國家政權嘅行為。被告鄒幸彤，你認唔認罪啊？唔認罪。法官，你未答佢問題喎，點解你要打格仔啊？我驚出去俾人打，得唔得啊？快啲回答我嘅問題啦！吓？講親結束共產黨領導就係犯法啊？咁講即係否定人民作為國家主人嘅身份，即係話呢個國家永遠都只係能夠由共產黨去統治，你同你嘅子子孫孫都必須永遠服從呢一班共產黨人嘅領導，憑乜嘢呢？你收聲！呢度唔係俾你表達個人意見嘅場合。到你啊！我一直指出人民係要有選擇權。總之，民主就係要有得揀。你哋一直話憲法第1條講明中國共產黨領導，但係唔該你哋睇清楚憲法第2條，佢係列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歸於人民。咁點解你哋又唔理第2條呢？人民係應該當家作主，但可惜連平反89民運、追究屠城責任我哋都未達到。有陣時我真係覺得好辜負天安門母親，佢哋好多開始都已經慢慢離世。你都要收聲！呢度唔係俾你表達個人意見嘅場合。到你啦！共產黨領導呢個憲法條文，對喺香港嘅我哋，包括法官閣下你，施加咗乜嘢嘅法律上嘅責任呢？你總唔能夠單單指住個憲法第1條，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及中國共產黨為國家嘅領導，就話每個香港人都有法律上嘅責任，無論係食飯定放屁，唔通每一件事都要尋求共產黨嘅指示啊？放屁！你咁樣講法係以偏概全，不符現實。你哋嘅綱領既然寫明結束一黨專政，仲一直用各種活動同方式嚟鼓吹，明顯就係煽動啦！
法官大人，好臭啊！你放屁啊！你收聲，周幸彤，你有咩解釋？喂，法官大人，你知唔知反對唔等於違反㗎？正如我反對強制搭巴士要攬安全帶嘅規定，但係我每一次搭巴士都會乖乖咁攬好安全帶。要證明我違反共產黨領導，而唔係只係反對，你首先要證明我處於共產黨可以合法地領導我嘅範圍，而共產黨又真係向我下達過一啲佢作為領導嘅指示。而最根本嘅就係，共產黨嘅領導係喺法律上面有效嘅，而呢3點根本一樣都證明唔到。你咁樣講法係以偏概全，不符現實。好啦，就算我真係好想遵守呢個共產黨領導嘅所謂法律，想喺起身刷牙之前先問過共產黨俾唔俾我咁樣做啦，我可以去邊度問呢？個電話 number 係乜嘢嘢啊？香港人一直以嚟嘅常識就係共產黨喺香港，好聽啲嘅就係一個地下組織，難聽啲嘅就係一個非法組織。所以問親啲議員啊、特首啊，佢哋係咪黨員，都從來冇人夠膽答㗎喎。法無禁止即自由，控方而家嘅講法就等於將呢一個嘅原則倒轉為黨無允許即犯法喎。咁你即係承認咗違反憲法啦！你哋同支聯會就係以6·4集會嚟煽動其他人去結束共產黨嘅領導，你有咩解釋啊？當時香港的確係有8萬人參與遊行嘅，亦有好多人喺度捐款。我諗大家當時覺得學生所做嘅一切都係中國嘅希望，佢哋係愛國，係為中國嘅前景希望打造更加自由民主嘅國度。我唔係問你香港人點睇嘅，你回答你自己嘅睇法啦。我嘅睇法係覺得恰當嘅。我一路從事公民社會運動，都係希望人民可以企出嚟發聲。例如有學生市民可以出嚟爭取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爭取民主，呢個係我一世奮鬥嘅立場嚟嘅。但只可惜，最後都係鎮壓收場。你都要收聲，呢度都話咗唔係俾你哋表達個人意見嘅場合。周幸彤，你有咩解釋？首先，有市民後生仔死喺解放軍嘅槍炮下，呢啲全部都係真實發生過嘅事嚟。喺死難者嘅身故週年，講述翻佢哋嘅故事，承諾為佢哋討回公道，只係一啲好基本嘅做人責任，絕對唔可以歸類為煽動犯法嘅行為。一直以嚟，6·4燭光集會嘅重心都係悼念，我哋想表達對死者嘅道德情感。集會上面最重要嘅係天安門母親嘅説話，因為佢哋係6·4最直接嘅當事人同埋受害者。正如天安門母親徐國喺2008年6·4集會上面所講，促使我哋嘅制度按照人類嘅普世價值實現和平轉型，唯有係咁樣，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先至能夠得到最基本嘅保障。你咁樣講，同呢度有咩關係呢？6·4事件係一直冇解決過㗎喎，普通人殺咗人都要坐監啦。1989年共產黨殺咗咁多人，點解可以唔使負責任啊？仲可以坐穩江山？6·4唔係一個可以俾任何人利用嘅嘢嚟㗎，佢係人命，係鮮血，係呢個政權要面對嘅罪行啊！講出真相就變成煽動仇恨，尋求公義就變成利用苦難，問責限權就變成違反憲法，還政於民就係顛覆國家。悼念無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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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齊講悼念無罪，無罪，悼念無罪，悼念無罪，悼念無罪。Commemorating Tiananmen is not a crime. Commemorating Tiananmen is not a crime. Commemorating Tiananmen is not a crime. Commemorating Tiananmen is not a crime.